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Annie，幾多歲？今年22歲。結咗婚未啊？我未結婚。想唔想去香港？我想去香港做嘢。好啊，你介紹你自己。Hi ma'am，先生太太你哋好，我叫 Annie，今年22歲。我未結婚，我喺法教度，我先前做過喺內容練，我識講少少廣東話，我學過少少上學上考試，成屆成要成聽走水補八數補痛，我學過點樣照顧女人家考試，睇公公婆婆開字數，幫公公婆婆換衫，幫公公婆婆送內容，我學過點樣照顧細路細考試，幫佢哋送內容同佢哋玩，睇佢哋返學，我學過點樣照顧 BB， 餵 BB 飲奶，幫 BB 送內容，幫 BB 換尿片，我上醫生問我學過點樣照顧到細毛細同埋狗，我好想去香港做嘢，因為我想生多啲錢，我一定會勤力老實同埋聽話。希望先生睇大聲我所講，多謝晒，喺香港見，拜拜。